同我朋友有時都感覺很無奈，明明自己冇做錯事，卻無端端俾鬼魂襲擊。我想起我有過一次類近的經歷，中學3年級學期尾的一次大考，臨急抱佛腳，我足足通宵溫習了一整夜，完全沒有睡過。第二朝辛苦到不斷想作嘔，於是約了個同學到學校附近一間快餐店飲杯咖啡先去考試。二人揾咗其中一張台坐低，叫咗杯咖啡，杯嘢飲都未到，傾咗3-4句說話。突然我感覺到有人用類近一把傘或一條幼身木棍喺我腰側邊非常大力捅咗我一下，我驚訝咗一聲。與此同時我係成個人彈起咗。快餐店內幸好當時的一枱人俾我嚇親咁望住我真係堅痛先會咁。嗰一刻如果唔係着住校服，我差點粗口都爆埋，但我周圍其實係空無一人，我點會唔無奈呀？跟住我就同個同學講笑，仆街我眼瞓姐，唔使咁樣嚟令我醒啊，係咪黐狗線㗎？雖然我而家真係醒晒，呢一下我好記得痛咗好耐，但係冇仇報咯，算唔算係無妄之災？3. 最後輪到我朋友去我屋企過一晚夜時發生的經歷。我哋當然喺屋企玩到凌晨4-5點先瞓，我朋友係同我一齊瞓。由於玩咗成晚好累，我好快就睡了，我朋友都睡了。點知佢話瞓瞓下有人不停搖佢個枕頭，搖到佢醒咗，佢於是狂拍我起身，但佢拍極都拍我唔醒。佢諗住大被冚過頭唔理佢，點知就開始不停搖張床，但係我真係冇感覺，直到差不多7點先終於拍醒我。佢話我一醒所有搖床搖枕頭就停晒，跟住佢就唔想逗留就走咗。其實呢次事件，我有另一個朋友上嚟過夜時都發生過一模一樣的經歷。呢間屋，淨係講呢間屋都有排講呢，留待以後再跟大家分享。